今日咱报道上大牌是袁小迪，阮小迪，讲到小迪哥这个最近推出了个人最新的专辑哈，你是我的靠山。当然，这个专辑内底不是干那迄款的歌哈，不是只有励志歌曲哦，情歌嘛真多啊，无同款的节奏嘛真好听的真多，哎呦，差一点要家己哈啊，内底有一首歌叫做《小姐免歹势》，哎呦。这个听起来，因为刚刚这个名熟悉哈，伊讲吼，迄个曲风的感觉吼，别说刚刚小姐请你和我爱迄款的感觉哦，所以他也有打电话给罗时丰哦，请伊来评鉴这首歌哦。但是我相信两个人风格无啥共款啦哈。好，那到底一不一样呢？有什么样的气味呢？有什么气味？咱就来听一下袁小迪的新歌《小姐免歹势》，听说了，咱来甲小迪开讲。对面的迄个小姐实在真美丽，红红的水唇皮肤白甲亲像雪，闪烁的目睭是天边迄粒星，害阮心肝雄雄丢三下。可爱的笑容亲像一蕊花，予我为着伊深深痴迷。温柔的声音亲像春风吹，阵阵吹入心肝底。啊，小姐小姐免歹势，伫你的身边敢有人在陪？请你予我一个机会，甲你来做伙。用尽一切心血，予你快乐，那心事。对面的迄个小姐实在真美丽。红红的水唇皮肤白甲亲像雪，闪烁的目睭是天边迄粒星，害阮心肝雄雄丢三下。可爱的笑容亲像一蕊花，予我为着你深深痴迷。温柔的声音亲像春风吹，阵阵吹入心肝底。啊，小姐小姐免歹势，伫你的身边敢有人在陪？请你予我一个机会，甲你来做伙。我一定会用尽一切心血，予你快乐，那心事。小姐，小姐，你免歹势，伫你的身边敢有人在陪？请你予我一个机会，甲你来做伙。我一定会用尽一切心血，予你快乐，那心事。讲到袁小迪，伊好朋友啦，哈，家无信啦，大家差不多拢了解啊。但是有一点吼，我嘛想无呢。你若讲家己这个吼，咱的吼，咱讲业界这朋友，斗相共就算了嘛，对不对？你若拄着讲，小弟啊，你会使甲我敲一个什么人来唱歌，还是甲我斗相共甲我问一下吼？你应该去做经纪人，我看。你嘛就事实上呢，事实上我定来讲吼，很多朋友啊，伊可能唔知影讲哦，伊透过我，其实哦，我的比如说我边个咱是好朋友啊，边个你
哦，厝内咧老咧要请一个阮这同业的歌手，然后去捧个场。对。我几乎我以前拢是安尼啦，拢是捧场，就是拢免费去互请呢，去偶演的。然后有的朋友要求讲你先那个招2个恁公司的歌出来。然后我现在跟好几千个我讲袂使呢，我会使甲阮公司讲就不一定爱收遐个钱但是你不能叫说，佮甲我的朋友拖来遮安尼我要来甲你偶演，我说这样子我情我是人情我咧欠情，你咧做，所以我这种事情我现在不干了，心没完心没完了。也不是这样，也不可以这样，因为当歌手大家其实拢来靠这个唱歌生活嘛，所以很多好朋友啦，起码我们朋友大家唱，咱个当体谅体会我那种心情，较就这种代志啊。对，较就这款代志呢，然后呢，另外一款方式就是替大家报趁钱那这我是一定足乐意的啦。比如讲那个恁厝遐庙会咧闹热我就报一个意思我就有一个意思我就去阮公司家所有讲，好记现在什么没有，歌手最多，所以就这寡好朋友来去大家来遐。娱乐一下，个大家有一个红包通去有钱通对，个毋是台湾呢，听讲你咧迄个沿海一带一样。最近这1-2年我说我感觉这是一个机缘。原本我较早时家己做公司人，我就那定走去迄个深圳跟迄个妈妈，那个深圳还有那个东莞。东莞，那边都是广东地区，不过那边台商多啦。遐迄个东莞有20分会，20个分会，台商分会。深圳有20个分会，然后东莞有26个分会，几乎因遐分会哪里老练上，我都会去给人家请客了，春秋啊，是会长交接这样子，然后带一些我们歌手尤其是龙泉，几乎都是龙泉。因为咱宁静路宁新波唱袂使袂准煞。说安那去我嘛捌就该招翁立友啦香格里还有张若清，去开嘛是都是台上支持的。办的演唱会，然后后来是那边碰到一个咱宜兰一个吴大哥那个老大哥他在漳州有开饭店。漳州，他鼓励我小弟，老大哥给你一个口劝其实你应该去下漳泉塑造你的第二春。我什么第二春，我都找我什么个第二春我错一个，你讲不是啦，你去湖北是你的属要的第二春，所以我就听以为伫迄个差2年外前，我都在下漳泉下门甲泉州尤其是泉州遐晋江、石狮、红海个安平，甲咱讲的话拢相款，拢是拢讲闽南语安尼所以才知讲原来是足侪咱的祖先我安尼来所以那边就认识了一寡当地的朋友，还有咱的台商的朋友，加支持我。所以反正变成他们那边有喜庆宴会啦，其中迄个包括生日的晚宴，都会请我们闽南歌手因无窗口嘛，然后现在我去了，因为熟悉我都透过我，然后邀请一些咱的台语歌手过一边演唱。最近因为阮去年9月初9有伫石狮实施泉州的石狮办一个大型的，万几个人看。售票的呢？售票的对。然后今年小弟就跟因这一寡好朋友就讲，就是一起大家合资来。筹划一场迄个就8月18伫今年8月18号伫晋江体育场，那个座位超有25000个人，26000人。不过因为还有一个好处是讲因他们那边的闽南文化很浓厚。很浓厚，而且他们相当的珍惜这个文化，所以我们去遐听了，就他们遐办台语演唱会，大概中华也是他们那个厂商会很乐意的赞助我们，赞助我们这样比较没有卖票的压力啦。对。但是我嘛感觉你真用心呢因为这个歌手看起来真的什么样的都有，18般武艺。对。这个组合，我说了这个组合，以后要去看这组合，可能马不上去，因为像那小燕子他最近都有办歌唱嘛，今年他歌唱，他最近可能
国外的秀场，只要你售票了，可能一边个就做个品牌，他也不行的。那叶大哥也是我这次千拜托万拜托，也可以联系吧家人啊，来帮我们来压这个台啊，来做主秀来。然后还有其他那一些都是我的好朋友那些，全部几乎都是以琳啊，黄以玲，他现在也是大部分时间拢在做义工哦，跑体育啊，所以都是所以这个10个卡数哦，有罗时丰啊，个有迄个阿基仔啊，有蔡小虎、叶启田甲我，查囡仔有张秀清、向慧玲，拢千玉、黄以玲甲谢金燕哦，哇，不得了了！主持人就是请咱这个谢少顺啊，顺哥啊，甲就因当地一个，嘛是咱台湾人啦吼，伊嘛是伫遐咧做主持啊，所以。都一起来做这场演出。好，预祝你们成功。谢谢。我相信咱发挥咱的这个台湾精神，互因听了讲，哇，这么好听的台语歌，因嘛感觉讲哇，那有可能一间会当听到这迄个台语歌手哦，实在是讲哦，所以因哦本地是他们那边的当地也有想希望是不是可以找一些那个华语的歌手，或是他们当地的歌手，讲买了即间安尼靠一个主题，对，是哦，一个闽南哦，迄个台语的世纪的演唱会，还世纪的，世纪。来，再来介绍几首歌。好，即摆来介绍几首歌啊，是我个人啊，很那个袁小迪以前那个刚开始还会出道在歌厅驻唱那个日本歌，伊这首歌讲有迄个演歌味啊，就怀念的瓦鲁斯来。想起时有路无处，世界半路长途，刀光剑影不愿认输。伤痕累累满身躯，细汉风动读书，路途有够久，无意中甲你相拄，改变我错误，浪子回头也可会负，唔通蹲在家场拄。一直到现在，永永远远记会住。跳舞，上爱彼条活路子，这是10年的往事，分开有够久，听人讲你也已经嫁人做新妇，希望你会好好来嫁你，心内祝福2、3句，心肝内脚想也彼首怀念的歌女子。10年的往事，分开有够久，听人讲你也已经嫁人做新妇，希望你会好好来嫁你，心内祝福2、3句，心肝内脚想也彼首怀念的歌女。